迎新年求平安，有真侪宫庙拢会提早互信徒来点灯。伫台南安平的金龙殿这庙方呢，是有一个对日本时代就留落来的仪式，就是开放互信徒甲生辰八字放伫神尊的下包内底，互神明甲你排八字保平安。也那伫个桂林林寿宫，伊是特别设药师灯，这6冬以来点灯的灯数已经增加12倍。 金龙殿好伫进行，显卡的使用荷包和水手暗调咧，除了科技以外，无平常时是袂使吸咧。原来内底藏的是侪信徒的生辰八字，3冬才开放一届，这正做全台真特殊的排八字、树平安的文化。庙方讲今年开放到呾有上千人小济来登记。来遮的时候，拄好咧讲3冬一到，我感觉这嘛做有意义的，因为毕竟吼，咱遮拢。 来祈求咱伯公啊，吼，来咱斗相共时，拢有甲咱斗相共着。日本吼咧统治咱台湾即个去做军夫嘛，做军夫拢有去无倒来，大家拢感觉真烦恼。求助无门的时阵，只有过来拜神，讲嘛是真讲真闲啦吼，因为有歹的，大家拢平安顺利倒转来。这个文化对日本时代开始流传，上早庙方敢若开放军官报名，过来是 SARS 流行的时阵，庙方指出后来经过清洗，才互一般民众来祈求神灵排八字消灾。那另外一边传统的点灯，嘛真侪人咧登记，像桂林林寿宫主神保神大帝，庙方设药师灯，互人祈求身体健康。这6冬来灯数增加12倍。伫民国103年的元旦，就开始迄个增设这个药师灯。当时打设的时阵，迄阵打那几百灯尔。即摆每一冬安尼逐年咧成长啊，到旧年1000。 空白灯全部拢满，阮今年甲增加到1300空白灯。无论是点灯也是排八字，拢是祈求神明降福保庇，互规年通天拢顺时。那神尊替圣众排八字，那表示对众生的慈悲。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。